来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妥的时候，或者是有喊卡后的想法，想要提供给就是主办方对，我就是提出，哎，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什么的。啊，给他就知道董兄故意找茬，很难搞，就是有点扭曲我的意思。提供给表演，对，其实对啊。那你以后出去就把拉链拉起来呀。可是我干嘛那么？你都一直说我的嘴巴这样就是闭不起来啊。现在还闭不起来吗？山南山北，山若北，山南山北走一回。我是你老北，我的老北。你刚刚唱什么？因为于大哥，你以为于大哥现在已经快变残疾人，不能打你是吧？我知道打你。没有，我是于天一老北。哇，于大哥。老年大擂台，老年中下來。大家好，我係阿鳳姑哈。哎，金娜，大家好。哎，今本年2024年的第一禮拜啊，第一禮拜新年快樂。所以第一禮拜按照上看啦，按2024年按你運氣都係好也唔好。哎，冇錯，所以按今日算特別嘅吧。特別嘅節目係啊，有請你嘅專家來同大家算一下今年運勢。所以按今本日嘅節目啊，係內容都2024客家嘅開運甘甜團。甘甜團係啊，歡迎到我們的牛郎織女，對對，一年一會，一年一會，對對對，對啊，當然2024年都係希望大家吼，就新的開始嘛，係嘛哈，快運氣就留在去年，今年開始就好運來，還是好運來，當然命運呢都難講啊，因為命上好嘅，運氣都係做得改變，也做唔得改變，今年又搶到兩位太師嘅，都係你節目當中，冇錯，希望佢兩位呢，幫人哋解惑一下，沒錯，趨吉避凶一下，趨吉避凶一下，來，先來歡迎你嘅搶眼鏡先生，係新年快樂，大家好，大家好，先生好，謝老師，係慢個位，係舒涵老師歡迎，新年快樂，大家好。對，這等下再好好的來他的解惑一下，都在2024年大家都一樣嘅來歌唱會順順風風啊，順風順水，順風順水啊，還有那麼一片就是去年的衰人們，哎，歡迎大家，兩天來講哎。也還因為前面嘅大字報下哦，還是有。到底你們是小人多還是貴人多？等下當搶高欣賞，好不好？哎，剛剛按呢節目係歌唱節目嘛，當然，所以還要帶了後堂嘅歌曲。唔錯，歡迎 TVJ 李彥峰帶了後堂嘅歌曲。世間夢裏點了天堂，心胸有個安全嘅所在，無煩惱，唔會心操。總條是你親著出口，現著見數，胸寬講加油，浪打來，天氣浪高。Waiting for the song, flying to the sea, why you
Kiri 堅強嘅花蕊，也是台強下氣球，下一個夢想，下一個心痛。Lying in my dream, oh drea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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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跳一束，有你跳嘅歌，本所有嘅祝福，做啲天留喺明年嘅心中，da da da da。所有嘅祝福，交俾你嘅時候，嘅人，噠噠噠我想睇㗎，係，新嘅一年創作同樣好睇。哎呦，今日兩位開始啲，哇，要來給你不順哦，有今日有上個橋嘅乜嘅東西哦。有求必應，兩位，沒錯，沒錯，對，整件腔人，整件動才歌，才歌，有一次，嗰陣暑假嘅時節啦，係翻去，嗰陣係想我買一台新嘅 iPad Pro，本來想講，本來想買 iPad Air 啦，想講差唔多準備17000就做得，嗰陣我短暫去全聯打工，差唔多就穿嚟17000，想講，嗰陣。因為我喺訂嘅 BTS 方案，即係學生嘅買咗嚟送耳機，跟住想講我就訂嘅時間開始，我攞嚟買，咁跟住我就訂唔到，我想講我嚟花一下二手好了，17000買二手的 iPad Pro 應該係做得咯，跟住我就用路空氣，哦，都好一台剛剛好，不偏不倚17000，跟住想講哇，又嘅天生將我嘅命中注定是你的，嗰時候咧我就同你打嘴講，就同我我說我想要我買這台電腦，我們可以面交嗎？我跟佢講，給佢發點租借啦，我就講給屏東人，就說哦屏東人，我說哇同鄉，我說哇那這應該沒有問題。嗰時候跟同你打嘴個講說啊，我們要怎麼面交啊，然後之類的，就是確定這個電腦的規格。面交結束要不要順便？不用，不是啊，人家要2個小時。好，因為中天就應該要來換賴嘛，跟住他的頭貼就是一個媽媽2個小孩，哇。放下戒心哦，真的。那時候一個阿妹可能就是生活有點困苦，用不到 iPad Pro 要賣掉嘛。但是我還是有點警戒心的。跟成個就同你講，你昨天不是買空你的身份證嘛？就說你可以拍照給我看嘛，就是讓我知道說，你是一個，就是哦，對，那就去勾了呀。說哇，那就真的萬無一失了嘛。我就轉賬了。後來就跟我因為太晚了，他隔天上班之前會幫我寄，然後隔天上班，然後隔天呢，我同佢喺現場又會示範我的高中的公民老師，他同你講一件事情，因為應該只有成9點碰撞的時間，我沒有收到消息，他說出貨會拍寄貨單給我，跟整個就冇收到，董做示範，整個同現場講，你覺得這個是發生什麼事？他說你等一下啦，可能就是人家真的忘記啦，中午吃飯會回你吧，董做示範我就睇等。他又沒有回我，然後我就打電話過去，哎呀，這真的都沒有接。空號，後來利用班嘛，跟住我就因為同學 Q 下去嘛，我就看到他那個東西還在那個拍賣網站上面，我就叫我朋友說，你幫我傳訊息問他說這台還有沒有？因為照理來講，買賣嘛，如果他是一個正常賣家，就會說我賣出去了，可能他忘記下架，他會說我賣出去了嘛。結果給同我嘅朋友講，一台翻有哦，不是什麼哇。聽說會詐騙，我就趕快去做，就去警局報案，
后来就会因为现在最新的诈骗应该没有最新，应该很久了。那一查有归咎以前就有一种诈骗手法，也不会应该账户其实是空人头的账户。过时候警察你就算报案，警察沿着那个账户去找也找不到人，早就没有了。他们可能骗人家的身份证，有可能哈。因为给头贴跟身份证又是同一张脸哦。过时候改整理。就是便宜，嘿呀，我还有做一个影片放走了 YouTube 频道，报警也没用，就对，某用，然后我就收到那个法院传单，就说因为谁也被骗这样子，我看到人家被骗更多，我说很好了，有人一起衰比较安慰，对啊，说旁边大家对啦，没用功啦，好，再来，也跟係7月應該第一時間，後來咧，我要跟住我去大 Q 誒，大 Q 嗰我都沒有收鈔，因為我就冰箱比較低，我拿冰箱裡面的東西，然後我就怎麼好像有點閃到的感覺，結果後來我就連續整個8月我都在椎間盤突出。你拿個東西就椎間盤突出？沒，就是因為我拿個東西之後它閃到了，然後隔天沒事，然後我也沒事，然後後來是有就是這是剛開頭，後來因為我同埋這些那種合適的那種冰店吃冰，然後桌子很低嘛，我們盤腿坐，用4本。可是整個情況我怎麼感覺身體怪怪的？阿木頭衰某個時間，整個翻身也痛，怎麼都痛，站起來跟坐下都痛。後來眼張迪就是有個給大 Q&A 啊，如果沒有好好的收操之類的，很多運動員，這種我們這個年紀不是運動員啊，就是這個年紀喜歡運動沒有收操的人，就被椎間盤突出。做激烈運動的話，都會受影響。超高超。其實椎間盤突出反而留給喺上台上講，對屏東上來幾日咧。鬼氣兩印的用白毛確診，就係小數啊，小數從來隔壁，哎上講，那我就說，哎，他確診開到你就哎呀，因為從來隔壁係鬼熱的啊，我說整件農水果，叫人嘅暑假，你有乜個防色做的專業那個小撇步啊嘛？你很需要呢，對啊，唔講係整件就會。嘿，水果鬼水果啊，不過好像都有跡可循。你也蠻順的，你看在這裡比賽也都很順利的通過啊。詐騙這件事情我已經有防範了，我還叫他拍給我。詐騙那個是因為個人的智慧問題啊。我跟你講了，好啦，就是時運不濟了這樣。我說那這樣是那這還是不要貪小便宜的。真的不要貪小便宜，是吧？啊，運動沒收操就有跡可循嘛，然後確診沒辦法嘛，大家都在確診啊。我說我也不會覺得特別衰啊，可能就會。這是你的習慣影響了你。錯，咁講，我即個喺無嘛嘅轉運小撇步啊，唔講阿妹過好本來，還幫我求護身符，在青年分一刀啊，就帶人給就會求，去喵底杯求給護身符，哎呀，跟人家鬼氣復卡的時間啦，我就發現我的車上，他在我車上綁了一個，在我包包綁了一個，在我錢包又放了一個，那時候真是怕我躲水，趕快全部丟了，對啊，如果想我可能我騎車很安全，是用媽媽幫我綁護身符的關係，真給阿妹同埋擁護，媽媽的愛籠罩着你，可能冇發現，不過其實我覺得包包這樣子放出來，好像有點沒質感，我把它收進去裡面，但應該還是有保護的效果。有啦，金剛不壞，幸而後見。對啊，跟後代冇媽胎絲啦，都還可以解決問題。對，我們歸條最後可能也是一個好運吧。我後來我覺得是啊，是不是蘇恆老師？蘇恆老師，你有他的一些資料嗎？有，彥峰的那個生辰八字都在我們的手上。對，但做法讓他幸運的。沒有，其實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就覺得說，第一個這個年輕人真的是好年輕哦，年輕啊，對啊，懂後賞懂後賞。然後但是剛剛提到詐騙這個問題啊，第一個我就先注意到你的面相，你的面相真的是比較容易受騙，所以請你不管面對感情或是人事，一定要比別人再多3分戒心。哦，真的對，他的面相是真的比較容易被騙的面相，對，所以要特別注意。忠厚老實，對，然後其實要分享一下，就是彥峰你的運勢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是最主要就是要戒急用忍，就是你所有的問題都在於太衝動，還有做太快。好，所以其實只要戒急用忍，慢慢來，但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大事。那如果說你希望自己在2024年的財運更好的話，那舒文老師會建議你可以到北港的武德宮去跟這個武財神求一個財寶箱，然後放在你自己的財位上面，那相信對你的財運會有很大的加分作用。因為其實2024年的運氣並不差。好，那麼在這邊跟你說，
但是在2024年要特别注意，有一个地方眼睛，好，眼睛还有吃进去的东西，好，要注意清洁啊、卫生啊。然后眼睛就是记得那个3C 用品不要用过度哦，好不好？哈，不然你会觉得，你会很对，是不是觉得老师很神？你眼睛已经够眯了。我说每天都在看电脑。对，所以要记得还是得让好好的、适当的休息一下哦。哈，还有呢，如果说真的哪里不舒服的话，你就以家为中心，或是以你住的地方为中心。往西或者往西南或南方，好，可以去找到对你比较好的医生哦。他家在屏东，往西到海里。我住的地方，往西吗？没有，西南到垦丁，从西南或南方，好，所以应该是以你现在住的地方为主。对。所以往哪个指北针这样？稍微找一下，或者是你看 Google 小姐，对，那你就会在这个方向会找到对你比较好的医生。希望你2024越来越顺哦。多谢先生，车先生有冇建议本人你的验风？其实验风哈，去年应该讲，年润。其实我们还太问题了。我们该流年运哈，我们常常讲有所谓的我们的八字啊，还有所谓的命宫啊，有常年的那个，还有每一年的运势。好，最重要的是在去年里头，你犯五鬼、鬼啊，哎呦啊，你讲共堂啊。贵天，耳朵硬啊！人钱唔对哇，贵天啊，这个像因为跟谁买买谁朋友就讲，你确定要买吗？这个会不会是诈骗？我想说，不会啦，就是刚刚好。看过身份证。对啊，我说我这么聪明的人，哈，把黑被骗，不影骗，没有，真的。所以去年是一扎你讲有那神鬼交锋啊，有贵人有小人，然后变化比较多的一年。不过哈，新的一年来讲哈，其实你要注意问题哈，它会改变。比如说主要的地方，像如果你的朋友、同事，或者是你的上司或合作的对象，黑讲会 say more，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什么意思？say more 要注意。会有烂桃花了，对吗？烂桃花比较容易，比较容易会有桃花节啊。明年买个意思，因为盲年哈，你该生肖的运势里头，行爱很多太阴。太阴是针对 C 末也好，你 C 来哈，面对感情啊一些什么之类的问题，你都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朋友讲有两方面问题，要注意两项问题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居家环境的这个地方哈，也就是在西北方这个方位头，在2024年它是一个。文昌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觉得说我的判断分析能力还要再加强，我要做一些新的策划企划，还讲你有新的风向来讲哈，你要尽量在选择这个方位里头，要把它清干净。然后如果你有位置在这个位置的话，比如说书桌也好，如果你房间的床在这边更好。你的判断分析能力就会更好，而且呢，你的方向会抓得比较精确，要成功就会快。西北方路超的哈。第二个问题啊，黑讲按你讲，你的财运上面要加强的话，观众朋友马上了哈。第一个呢就是东方哈这个地方叫100哈，它是属于文昌。是叫文曲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位。那最主要的部分，它也是财运的方位。那如果观众朋友你是属于文职内勤啊，我就在里面，我用动头脑，我不用跑来跑去的工作。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稍微布置一下，你把你所有要提升财运的东西可以布置在这个位置。不过要记得这个地方呢，如果能够放上跟水有关的这个东西的话，你的财运会更旺。第二个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属于做生意的朋友，来这个地方叫东北方，居家环境，你把家里的图拿出来之后，平均分成9等份，量出东西南北之后，把它填上去。你看看这一块呢，大概在你家的哪里到哪里的范围里头，然后呢，我们可以布置一些增加财运的一个部分的一个。那如果我们家里头有一些人像我们家人是军人、警察，业务性质需要跑来跑去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催财催旺的一个方位。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禁忌。你要记得有禁忌的这个地方不可以放水的东西。这边放水会催财催旺，但这边东北方放水的时候会大破财。
要放准一点呢，不小心就放到东北了。你有各种催财的东西嘛？像不是有时候他们会求财水嘛？那财水我放在这边就催财的状况就变得更好。要放这边呢，就比较容易有破财的机会。哎呦，那可以在那边喝水吗？你一定要把饮水机放在那。是财水就韩国我就放正东方，不要放水啊！我把水喝掉这样可以。走到东方再喝，走到东方呢，就是你走前，你罗哥家的话走50公尺走到东方。在台湾。第3个位置哈，就是在我们居家环境的正北方。这个方位里头哈，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家人哈，你的工作是做生意相关的，不管你是做你刚才看的网络对不对？网络上做生意，或者是我们实际上开有门市，或者是国外哈，我们这个所谓贸易性质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做生意，基本上来说的话，居家环境的正北方就是新的一年度里头催财催旺的最好方位。哇！要放什么？要放什么呢？其实基本上来说，北方的话，它就比较没有什么限制。你要放水的也好，不放水的也好，你要放元宝也好，放聚宝盆也好，事实上都还蛮不错。按说的人，当你对着北方，就求财神、求老天爷保佑，让我多一点财，可以这样。也可以啊，也可以，没错。站在北方这样子可以。其实不用啦，因为主要部分是说，有时候是这样，我们观众朋友去比如说去财神庙求财，那基本上来说哈，有时候会带一些特别的东西回来，有时候他会有一些信物或交换的这个钱母，那这些东西带回来之后，你就随身带在身上，让它成为你随身的钱母，以财招财。但是呢，相对的，如果有多的，像比如说我有时候钱母，像我常常有些朋友他去拔一拔就是600块嘛，就连续就那个好，600块有时候我就让它分成3等份，一等份呢就是放在你的财位上，东方，第二个部分呢就放在你的放钱的那个抽屉里头，跟你的钱放在一起。第3个就把它收起来，让你随身带着。那这样子的话，你随身可以招到财，招进来财可以进到我们的财位。那么相对的进来之后，能够进到我们的财库。很多钱都放在网络银行怎么办？那你就要放着随身携带啊。你账本要放在北方或东方。黑俩意思嘛？黑呀。平常像我们都是表演的嘞，表演的是算哪一种？通常我们以800这个方位里头为主要的一个方位，因为我们艺人朋友在表演的时候，往往是南北到处要跑来跑去，所以他就比较属于奔跑需要跑来跑去的工作，他会比较说在这个北方的一个方位。对，北方也比较好啦。真的，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南方没有，北方有啊，北方才有，阿弥陀佛都在北方。对。铁花苏文老师跟你说哪一间庙有记得吗？是北港武德宫武德宫。对，那是那个老五财神奠基庙。好棒哈！赶快去求一下，今年2024年放在北方还有正东方。好，谢谢。谢谢2位老师哈，谢谢，来，好。杀了他一滴水，他已经过运了哈。过运了，你过完运了。碰到2个大师了还不过运，来杀他的这一位也是衰人之一。对，他一笔领菜，你带了荷塘过去哦。唐官了。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妥的时候，或者是我喊卡后的想法，想要提供给就是主办方，对，我就是提出，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什么的。然后底下的我就知道，东兄故意找茬，很难搞，就是有点扭曲我的意思。对，其实对啊。那你以后出去就把拉链拉起来呀。可是干嘛那么？你都一直说我嘴巴这样就是闭不起来啊。现在还闭不起来吗？
哎呦，嘿，谁啊？妹哈家呀，传统国的后堂哈，真的后堂，因为阿妹冲。真的，冲到是很好，嘿。好，谢谢。没有退步就好。不会啦，怎么会？但是看起来就是水面。有不会，我觉得他长得真有玉润的。对，就是这个面相看起来不错啊。其之前牙包包都真的懂包啊，但是他就是被罗哥取笑，然后他去整牙。我就从去按设定啊，就开始修，后来他就长大有赚了一点钱，有去。把它修正，是不是不应该修？运会更好。没关系，彩丽跟我一样的命运而已啊！我也是常被罗哥笑，然后后来笑完之后都越来越红。真的哦，真的太好了！我第一次看到苏荣老师，我说女版阿汉，我会像阿汉吗？没有，哪有像阿汉？但罗哥开完玩笑之后就比较红了，真的，所以罗哥玩笑都是祝福。对，真的哦，听常豆欣赏那种功，就是觉得就翻译对，罗哥给你的祝福可多了呢，多了。对，今天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有2位大师在这里，对吗？对，用一下Q 嘛个晕哦。就是人际关系啊，应该这样讲。人际关系，对，因为我喺冲狗的嘛，就是我之前都鸦片比赛过后，就是到那拜表演啦，就是有时候人家会有邀请，对啊，蛮耐就是因为邀请就会去，对啊，唔过没讲大拜的演出都可以这么的顺利，对，就是我没有赌到讲，就是有公关公司就是有跟我就是邀约说，有一场爱唱可能爱唱唱山歌啊，也爱唱客家歌诶，就是流行传统都有啦。说唱来唱客家歌诶啊，这是什么客家类似什么巡演还是什么都有对啊。我就讲好啊，给冇问题，给时间我没做的，没留下来问题。对，我就是都 OK，我们就是谈的他的那个时间啊，然后价钱啊什么都 OK， 条件都谈好，价钱还蛮高的，只是有先邀约，我全部就给讲我从几多条歌诶，演出时间什么我全部做得嘞。佢咪讲好啊，给到时会张哥联络，然后我就很开心啊，还会就是。跟家里人讲好开心哦呀有一场台北有演了，那对，结果听音乐就数到就是他们的那个讯息，就讲不好意思，我们老板这边有更好的人选然后就被换掉，然后我就说好吧，没关系，那可能真的实力不够，那就再加强这样子，然后自己再精进，就是常常有时候就是会有这些，很多吗？是没有很多，但是。还是会有1-2拜，对，有点受挫了。是不会受挫，我觉得这要习惯。对啦，对，我已经出道30几年了，对不对？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形。意向书签去了，对，签去了，他得标了，请拍啥？对呀，然后利用我们的名字，然后去得标，得了标以后，他就找别人，因为我们比较贵嘛。对，有没有场时正经不？对啊，然后他就跟这个主办方就说因为他真的没空，他刚好出国什么之类的。我们帮你找同样的。他当初有答应我啊，他当初有答应我，但是你看意向书都签了，结果他又跑出国。其实他以为啦，其实给压的，没你的问题啦。那个不是衰，那个是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子，不好的常态。对，做的改变一下，对陋习。对啊，那些行销公司为了要赚钱的陋习。有没有听到罗时丰的呼吁？还是要注意哈。对，还有就是有时表演也系嘛该发通啊。因为得上人的意见我要看无强用。其实我参加发通我意见，就是我不太会发言，主动发言的人，就是。调价啊，也系嘛该，就是主办方讲嘛该爱尽量批下的，对啊，给有几摆，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妥的时候，或者是我很卡好的想法，想要提供给就是主办方，对，我就是提出，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什么的，第二天我就吃到董兄故意找茬，很难搞，对，就是他们。就是感觉扭曲了我的，就是有点扭曲我的意思。提供给表演，对，其实对啊。那你以后出去就
把拉链拉起来呀。可是我干嘛那么你都一直说我嘴巴这样就是闭不起来啊。现在还闭不起来吗？没有啦，现在可以了啦，让他做对了，对，让他做对了啦。对，有场所谓口音啊，这个出来表演久，罗哥你有没有轻敌嘛？表演久你就敌有场时，有时候可以给一些建议啊，有时候就不用，你就做好你其他的事情就好。对，还有人啊，就他就是比较不会发言，因为就尽量避免。有时候你要看资历啊，嘿嘿，哎呀，像我们这种资历，有时候发言，可能人家还觉得算了，听你的，对啊，你资历那么深，人家你发言，人家会觉得你一个新人，他妈嘴那个牙齿还爆爆的，跟我讲。我现在没有多钱了，那个时候给俩嘞，好不好？换个别的东西来激励，好不好？好了，我要唱高苏恒老师，要蔡丽都在发。我们女版阿汉老师，好了。好，来。凯丽这边呢，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其实就去年2023的运势来说，你是真的比较不顺，尤其是讲话比较容易造成别人的误会。也许你并不是这个意思，但听到别人的耳朵里面，他可能会误解了，这的确是。总之呢，就是讲话这个部分呢，我们自己稍微要注意一下。那再来呢，我要先说。如果只是工作上面这一点小小的挫折，对你来说还算是好的，因为如果不是工作挫折挡在你前面，你甚至还有点会破财的可能哦。所以有发生 A 就没有发生 B，因为你可能去怎么了？其实老师说那个破财，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因为大拜有表演，有钱落来。马上又会罚钱，就是就会被你摆黑啊！对，就是钱进来嘛，贵族底呀，对，真点黑暗哦，就是钱一进来马上就要出了，又出去了吗？对，那还是发生了是不是？还是有按催沟，按催沟。好，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就直接给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希望在2024年有更好的工作运或贵人运的话，我会建议你在自己家里的西北方放一个盐灯，那这个盐灯它就有除晦气和破灾的意思。那最重要，这个盐灯不要太小，至少要比一个拳头大。像有的人常都会买那个水晶啊，说老师你看我这个水晶怎么样？这么小，请问它的能量是什么？所以不要对自己太苛刻，那个盐灯稍微大一点。不贵耶，对，盐灯不贵啊，几百块而已。对啊，所以对自己好一点，对，不要买太小的。其实健康有不用一张盐灯，那你就把它放到西北。你会不会放错位置了？对，我要回去要真的要看一下，稍微量一下，把它放在西北方。对，那尤其是这个盐灯，如果最好就是它点亮了以后，你就不要让它暗掉，就一直是亮亮的一个状态，对你来说会更好。尤其是你出门以后，就要让它一直亮在那里，就照亮你的光明嘛，那再来呢，2024年这个老师一定要建议你，千万不要急着想要做什么。有的事情顺的来就好了，不要太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对，不管是投资理财或是工作上面，有机会来我们就好好珍惜。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自己第六感觉得怪怪的时候，那你就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哦。好，谢谢老师。他还要去改名呢，很有改名哦。他还要去改名呢，你是改什么？对，我有改名，因为就是去年啦，就没有很顺嘛。干妈就讲，干嘛去改名好就是佢用音色咧，就是算对老师。佢就讲，看改名之后會較順勢啲嘅嘛，我就真正要改嘅。身份證要改啲嘛？要全部改嘅。跟你還用林采力藝名係因為我有問嘅先生，我講我林采力，我很大家說是我開始就按到林采力，跟我改名嘅落去，跟大家看到我就唔識咧。以前人家認牙齒，因為牙齒有冇紅印咧，一名嘅要問睇人家唔係行開唔熟悉我。跟改名改貨胎。冇，我要問，因為我覺得這是重點。我有問那個就是幫我改名字的老師，佢就講哦。因為佢知道林采力這樣在舞台上是會發光發熱，會出名唔過穿錢穿冇。古時佢人來過一張名這張名係穿有錢，就是有賺，然後存得到錢。對，古時我呀佢講呀張名，以前林采力係做在做藝名啦。古時我呀出去我喊迄老太家講我用到林采力。對。唔收嘛嘅，我收量。量哦，按改嘛改名，
林心心瑜，欣欣向荣的欣，然后女字旁，然后一个给予的予，林心瑜。哦，对，罗哥没有关系命学。哦，我不会啦，我不会，谢老，又不是谢老师。有嘞，对，笔巴酸出来了。你财力笨蛋个两名哈，其实你最胎问题，你本来就是人缘还蛮好的，头脑也很聪明，甚至有点小聪明哦，跟你的样子看起来不一样，看起来就很老实，但你真的有点小聪明。他看起来老实吗？看起来还好吧？对。那但是呢，基本上他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姓氏加中间字出现了笔画19画。你刚才要提到说，盖列安苗。希望我的人际关系、人缘方面能够变得更好。这个地方确实是会有影响。它不光是那个，而且包括跟你相处身边的人，时间比较越长，影响会越大。所以你俩该名很多林心瑜，心瑜亮苗，亮上苗你会发现他的不管他的人格的地方从原本的19画，他现在变成了16画。那16画本来就是主贵人带财运，你的人际关系本来这个人际关系就比较好，而且它的所有的组合里头来说的时候，有问题的地方几乎都有做一些修正。当然最后一个总笔画这个地方是比较辛苦一点点，不过也没关系啦，因为我们在演艺圈要发光发热，本来花的时间、精神体力就比别人多。所以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另外这个部分你对人际关系上面是有加分的。第二个，你刚才提到我人际关系要加分，那么桃花也能够希望变得更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要把它记下来。新的一年里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桃花会好的话，第一个呢要再看在正东方这个地方。我们把家里的这个格局图拿出来你把它拿出来之后，量东西南北之后，把它分成9等份，9宫格，然后把它标上东西南北的方位。标上去之后，你看看你的东方从哪里到哪里，这个方位里头它叫人缘桃花。其实桃花分2种一定要记得有很多人记错了。桃花是分2种，一个叫人缘桃花，就是我的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第二个才是姻缘桃花。就是只讲到婚姻一直想要结婚什么。那人缘桃花的主要方位就是在100这个方位上面来说。所以我看你有准备很多的吹桃花的他自己的开运小物，有2片。要麻烦那个，然后请谢老师来帮你看一下这些开运小物有没有用。要看之前，我等一下，我先喷一下那个。给欧啦。那个刚刚有很多那个，刚刚有很多手脏脏的人乱摸脏东西都有触摸过。可以这样喷吗？赣州的用一般消磁不是用这个方式，就是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消磁。真的真的。罗哥，你等下给人家搞不好本来你运很好你的磁场更不好。没关系，不会。我现在应该能量很强吧？对啊，怕你破了他的局。老师还有特别有仪器怎样要懂事呢？因为我们常叫太阳眼光你这个很好，能量很强，都是你嘴巴讲嘛，你讲多好，其实你看不到嘛。数字会说话。哇，还有这种东西啊！还有老师的名字太科技了。这是有在卖的，是不是？不是，是这个仪器它原本有那个厂商的名字。有赞助，我以为是国外厂商的名字。真的。对，你把它贴掉了。对。我以为是老师自己的。那这个呢，基本上我把它靠近以后，大家看下去，我按下去这个测试钮之后，它数字会开始跑，它就开始在跑。好来，它大概是测试了，还没出来，忙出来，快要出来了吗？没有啊，要快21 21不错啊，21不错呀，21不错。它表示说本身我这个磁场能量它有一定的范围。那这个基本上来说，原始上面来说，这一颗看起来效果就很亮，就很亮。我们来测测看旁边的这一颗绿色这个是要求什么的？其实它也是就是可以吗？那边有没有在跑？有，是挡煞一些。挡煞，来出来了，还没，快了，出来18。其实我刚才在我们正式测量前有测过，2次都是这个粉晶这个效果比较好，绿色这个稍微弱一点点。一般来说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所有东西它都有能量，这个能量里头我倒是给你建议，就是我们现在
希望求的是人际关系方面，是人际关系，其实不要用到粉晶哦，真的哦，这是姻缘，粉不是很好吗？对啊，粉色比较那个，但比较姻缘方面、桃花方面这种的桃花。那如果你真的要那个的话，其实我倒比较给你建议，就是用紫水晶。紫水晶它吹的桃花，它主要部分在人际关系，因为你常常像你刚才讲的，我要判断这句话能讲不能讲。你的头脑判断反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比较给你建议，就是说，如果我希望那个的话，那你可以在我们居家环境的正东方，摆放上紫色的水晶，让我的判断分析能力能够更强。其实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拿出来，所以我把它收进去里面测。我老师有带，对我自己身上有带，你自己有一个OK。那一般来说露馅。OK。对啊，那个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宝物。1955，老师，你开玩笑吗？一下标这么多，自己可以控制吗？我不能控制啊，所有的能量它都属于波状。所以我们的光波能量，你运旺的时候，它波动能量就会更强。所以如果遇到不干净的，它就会离你很远，没办法靠近你。相对的好运，相对就比较能够吸进来。相对的，如果它的能量波动比较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它的范围就会窄一点点。相对的来说的话，有时候人家讲说比较负面能量就比较容易靠近你。所以在选择的时候都可以稍微注意。另外还有一点，观众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我们要增加这个财运的话，以正财来说的话，绿色就是正财，黄色就是偏财。其实呢，不好意思，我们给你圈里头，你应该2样都要准备。绿色跟黄色水晶，对，你应该2样都要准备。你要买很多水晶啊。对啊。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手上，因为我来有些关公有带呀，测一下，来，可以测一下。好，那我而且我刚好今天都带绿色。是。你稍微再侧边一点，我让镜头也可以看到。好来，再跑了，这个哈。还没。就按 Q。还没。30也不错嘛，对不对？那2条合在一起，其实能量很强。那跟19多少？1955这个，那当然不能比。天机呀！那老师那一条可以剥下来给我戴一下。没有，好啦，开玩笑，罗哥一定运很强的，好不好？对。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讲我们很多的朋友，有时候因为流年运的关系，像新的一年度里头财力太金，新的一年会犯太岁，对不对？对。那犯太岁的时候，像你刚才带到的这个东西，它对你来说就是很有帮助。所以我就会建议你在新的一年度里头，像这种东西，你就尽量带在身上。好。那这个磁场能量不好的，把没有丢掉。还是可以摆对位置就好了。对。绿色它还是需要。对。好，谢谢啦。要记得正东方要放紫水晶，也带给你智慧。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问谢老师。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难怪小人这么多。粉水晶的，老师说那个是招姻缘。你讲，我吃到。我觉得我这方面好像没有很姻缘吗？对，就是桃花的部分，好像某公东后，还某呀，还某东后。我其实没有没有。因为我刚才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你的名字有原始上面来说，在前面加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你人格就是说姓氏加第一个字，也就影响到人格运，它出现是19画。观众朋友可以稍微记一下，你把你自己的名字姓氏。加中间的字，中间的字加结尾的字，你都可以自己算。结尾的字加1画，或1、2、3加在一起。不要有9、10、19、20，记下来不要有9、10、19、20，它走的叫孤独。9、10、19、20而你有19。对啊，19基本上包括男女朋友，如果交往在一起时间比较长一点点，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你们的思想观念上常常会有出入。所以很多的夫妻或男女朋友，如果你的名字有19的话，常常夫妻之间往往会因为一些
观点上问题，比如说，小孩教育啦，或者是用钱的方式啦，会因为想法观念不同而有争执。你现在的名字其实比现在要好非常的多。不过组合结构里头，它的结尾是23。观众朋友稍微记一下，如果你名字组合里头，刚才提到人格、地格、外格、总格4个地方，如果你有出现21、23、33、39这4个字，21、23、33、39，它叫首领寡妇用。哎呦，女人要当男人用，大大小小都要扛，大小就是小都要管。你会发现稍微比较辛苦，不过不用担心。基本上来说的时候，就是说你比较没有办法依赖别人来照顾你。你会是女强人。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会爱娘的。我都爱会口气噶。那很好啊，经济独立。对，我很独立的人。那你就适合谈恋爱就好。我稍微再补充一下，观众朋友哈，如果我们这样讲，我们要补足我们的这个所谓桃花的话，观众朋友可以稍微记下来。好，我们如果你的生肖，比如说你是猪、兔、羊这3个生肖的话，在居家环境的北方，这个方位里头，你可以摆放像刚才提到粉晶或紫色水晶，那增强你的人际关系，以及这个所谓姻缘桃花。那如果你的生肖是这个所谓的蛇、牛、鸡这3个生肖的话，在居家环境的南方来做摆放，那你的人际关系或姻缘桃花就会增加。这是属于生肖上面。然后第3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生肖是属鼠、龙、猴这3个生肖啊，居家环境的西方就是你的桃花位。西方啊，西方。对。然后呢，如果你的生肖是属狗、马、虎3个生肖的话，居家环境的东方就是你的桃花位。所以，观众朋友呢，其实你把自己的生肖那么去核对记下来这个桃花的方位，每一个朋友都可以找到自己好的。所以要2024年要注意的事情。这个呢是当年的哦。这桃花位就是2024年。桃花位要摆嘛东西啊？桃花位基本上我是这样讲，就是白粉晶了吗？其实白粉晶我最喜欢介绍，大部分都用紫色的水晶。因为我常常在觉得，就是有时候你说人缘很好的人他就是没有好对象。为什么？我遇过那种女孩子超漂亮，但是就没对象，没结婚。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这样讲，真正条件好的人，真的说好的人，他不喜欢。他喜欢的可能就挑到就是人家讲说，毛球狗的喇叭，挑到卖龙眼的。对呀，跟来跟去跟北京啊。那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判断分析能力不强。往往在里面挑不出好的桃花。那当然，观众朋友有时候就是说，我用紫色的水晶，那么来做摆放的时候，要增强我的判断分析能力。但是，一旦交往的时候，我可以改用紫黄金。紫色里面还包含黄色。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从里面可以调整你们之间关系，变得更好。好，刚才提到如果我们跟异性交往的时候，有时候会想法观念上不合。那观众朋友就不妨使用紫黄金来做摆放，效果就会变好。好，谢谢老师。不合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说你属龙对，我属龙。哇，那你西方要放紫黄金，对，东方要放紫水晶。对啊。今年是也龙年嘛。龙年，你的本命年啊，犯太岁你自己要去好好弄一下。没有，我会后唐老师讲彩礼的啦，谢谢新宇，谢谢到底要新宇还是彩礼啊？表演的时间有没有彩礼了？好，3号录音欣赏带来后唐歌曲。我之前学期末才交那个功课嘛，可是其实那大概1个月，我每天都只睡1-2个小时。哎呦，不是不睡觉，是你会摔。我的教授跟我 meeting 的时候，然后就说你压力要解放一点，不要那么大。我就说我怎么可能？我说老师，我昨天晚上睡觉还梦到我被狗追，然后教授就说。你说我是狗，因为教授跟我催作业。
非常励志的一个欣赏啊！丑对好不好？看到你就是整个头就是金光照顶啊，亮亮的。晕暗可以。来讲一下。你要晕啊？其實就係考到博士班嘛，10個禮就係我有拿到獎學金。哎呦，你看運氣好，你看那樣。運氣唔係，你實力好不好？獎學金靠努力也係靠運氣嘅。運動係靠努力啦，因為呢個獎學金係從我呢班入5-3嘛，咁個5-3就係自己選課，自己修課。對，那我們班的同學大部分只修一門課，3學分。那可是我修了9學分。哎呦，對，然後但是呢，獎學金就是給那個第1名成績的人。哦，就是你有修到9學分。你讀的特別多，然後又拿到獎學金。對，是因為你比較閒，所以比較可以讀比較多。來，從來啊，我們還有我們博士班有團購胃藥哎。真的嗎？就是來呢度學期要交功課的時候，我們幾乎每一個都胃痛。哦。然後要不然就是從所以你在博士班又順便賣胃藥。你賣胃藥啊？賺錢。還賣藥賺錢。沒，從來送禮拜讓不是，像我之前學期末才交那個功課嘛。可是其實那大概1個月，我每天都只睡1-2個小時。哎呦。不是不睡覺，是你會衰跟蕭強看齊，知道嗎？腦神經衰弱。就是壓力太大了。就是我有一次我的教授跟我 meeting 的時候，然後就說你壓力要解放一點，不要那麼大。我就說我怎麼可能？我說老師，我昨天晚上睡覺還夢到我被狗追，然後教授就說。
你说我是狗，因为教授跟我催作业。哦，你说我是狗。哎呦，结果你真的是这个意思？不是。就教授后期上课都在这个教堂里面，不对，教室里面，教室里面说。没有啦，就是动甜狗，就是生活中也是要自己找乐趣啊，对啊，才会比较开心。那你压力这么大，为什么都没有瘦下来？因为他要疏解压力，因为边看书边写论文，写不出来的时候就要喝点酒啊。没啦，不过你还共口啦，因为这个是在学业部分，对。那我觉得，爱人移动吼，我觉得是这样。虽然自己努力也有，对啊，但是我爱人移动吼，就系。爱教授对爱没动吼，教授，就是他会，欣赏对你没情，就是基本让你讲用办走研究，然后要什么方向？因为其实很多教授是你都念到博士了，我还管你，你应该要自己来。对，但是我们的就是我遇到的老师都很好。是教授也喜欢喝酒，陪他喝2杯。还是因为你是女性的关系？没有啦，我去都很爱，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贵人啊。我觉得我的贵人还蛮好的，对。所以他是好运连连的，对，属于好运连连。刮刮乐还中奖，哎呦，刮刮乐还中奖，乱刮这样也中奖。还是卖200块，然后就刮中700块，哎呦，然后再刮就2000块，哎呦，然后再刮又3000块，哎呦，然后再刮就5000，又5000，哇，连续的，对，然后一直到后面那个卖那个刮刮乐的那个大姐啊，一直说再买，我说不要了，太恐怖了，一直中很恐怖，这很可怕哎，因为我怕没有中会不高兴，就把欢乐停留在最后一次高兴的时候，对，就是知足就好，又就好。这样其实呢，连续刮这样子还蛮奇怪的，对，很恐怖哎，你会觉得有，我鸡皮疙瘩起来，对啊，而且不止一次哦，真的，以前刚出的时候，那时候刮刮乐有50K 尾嘛，然后我那时候在那个教钢琴，然后我们在那个音乐教室，我们老师啊就一人拿5块。10个人，然后就去买一张50块的来刮，挨以前哦，就刮就中200K，从200块开始中，也是连续中到5000。然后你选，对，都是我去选，而且刮刮乐彩券行，而且我们都要去买的时候都要偷偷摸摸，给学生看老师赌博多不好。刮刮乐还好，不做公益啊，对啊，不会拍谁啦，公益彩券，不会拍谁，结果该5000K赌嘛吼。結果吼，我就講我唔會買咧，我同事佢就講講買啊，叫我本孩子三毛幾多錢，我講我唔會，還我就買哦，買大家買，結果又一殺線上，同事佢就講，那我給你100塊，你買，你幫我買，對，你幫我選，然後我就說好，就是他中5000，可是我們沒得分啊。有親離婚耶！你講咩的呀？對，可是我們也還是為他開心。我們等下集資很緊買，好唔好？對。你有什麼招財撇步子？你有冇很厲害？對呀。其實本來我之前的男朋友的媽媽很迷信，非常迷信。一開下佢又去廟紅 Q 一張符，可是那個我弄。不知道放哪里去，那个符他就说放在皮夹里面，我放了20几年哦，真的，那对还有效用吗？20几年，我不知道请问老师，恰先生，基本上它有2种啊，一种是手开的符，如果是老师用手开的符的话，基本上它的能量灌注的很强，就算终身保障，30-40年后你拿来测还是有用的。那它清出来，你也用手写，师傅用手写。如果你是它印刷的符的话，有时候它大概半年1年后就会没有能量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叫他讲你半年哈要1年，而且过喵哈，而且过别香炉有没有煮？就像那个电池啊，充电电池，它会慢电会耗掉，那种就要定期去帮它补充能量。那我跟他分手了，他可以感受到我的能量没了。那个不会影响，因为它不会养用。可以最主要是这个是什么功能？你只要带在身上，它就有一定的功能，它不会因为你是什么，不会管你再嫁给谁啊。今年安用的位置加个好运呐，对啊。
他今年的运其实本来就还蛮好的，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他在Q 年的时间哈，他有一个叫死符运，死符运是影响健康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健康或家人的健康事实上会受影响的，家人的健康，对。你爸爸我爸爸去年中嘿，哎呦，真的哎呦，那因为他叫死符嘛，他就跟你讲说，就是比较严重的疾病是会出现。新的一年度里头他犯5个，所以新的一年度里头你身边周遭在做任何事情处理的时候都要想清楚一点，因为你的身边今年贵人会很多，小人相对的也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怎么样从里面找出正确的资讯，真的会对你有帮助。这个就是最重要了。然后不妨在今年我给你建议，我看你有戴戒指，对不对？对。小指的部分不妨去找个戒指戴上去。第二个呢是小指的指甲，稍微让它留长一点点。那你手伸出来的时候，让它尽量超过你的无名指的第一根指头。第一根指头下方这有个我们这个交界的地方，尽量让它长超过它。老师有分男左女右吗？本来是有，但是因为我们基本上，我是希望跟你讲说我们男左女右讲先天跟后天，我希望说这边万一要是指甲还是会断嘛，对不对？一旦指甲断掉的时候，你另外一只手的指甲能够帮你补上你的运，这样子的话，它才会一直好运，一直持续不断。对我之前我都有留啊，对啊，有时候就会留很长啊，就唔长唔定用什么买东西，要团体该有用吗？啊，那你有怎样吗？团体以后有用，他就不能挖鼻孔而已。你怎么知道？我挖鼻孔会刮到。我送你一个磁吸的指套。我就是另外一只挖。它其实留长多好用啊！它其实这个指甲长长的时候，超过这根超过我们无名指的这一节的指节之后，你的财运就会变好。万一这边断掉，这边补上来，你就不会感觉到差异性。可是如果2只都断，你就发现那一段阶段的时候，财运会比较明显的，你会发现下降。真的，所以还是要那流水晶留那个光疗指甲那种，把它接甲片也可以啊，没错的，接甲片可以。接甲片是可以的，可以 OK。所以以前才会套那个有没有？对呀，清朝小李子，对，小骡子这种了解大家不妨马上来团购，团购。但是对你有用，不一定每个人吧。是每一位吗？每一位都有用。每一位都有用。对，因为这跟我们面相一样，这是什么宫啊？直接我们的手相也是一样，这个什么丘位啊？这个指甲在什么地方代表什么？比如我5只手伸出来，你看拇指是跟父母有关，你的食指跟你的兄弟姐妹有关，你的中指就是你自己。你的无名指就是你的另一半，所以为什么你每次如果遇到对象，你有没有结婚订婚就要戴上去，对不对？戴无名指，因为你名花有主了。最后小指是跟你的子女有关，所以包括我们手一伸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手指甲，你的手伸出来，哪一只手跟哪只手指头比较接近？如果像比如说，如果我的食指跟中指比较接近的人，那当然你跟你的兄弟关系就会特别的好。像我们这种就是你若生出来就是跟无名指比较接近的人，那就是跟另外一半的关系会比较好。小指头，你如果小指头特别分开的人，你的子女就会离你比较远。那我要分开一点，因为小孩都来跟你要钱，黏我好紧，真的都一直跟我要钱。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有其他老师建议过我说，我的幸运色是黑色跟金色，然后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黄金戴着，这样子也是有招财或者是好运的效果。我可以问一下你的生日，我想想看，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19。2月，所以黑色、金色可以。其实你的幸运色应该是红色、紫色、咖啡色色系。然后其实你的鼻子、喉咙、肺部、呼吸系统比较弱一点。你的手伸出来的时候，手摸起来应该稍微比较冰冷一点。其实你的腰背这个地方、肾脏这个地方会比较酸痛一点点。妇科、子宫、卵巢、下妇科比较弱一点。老师很准我的脊椎不好，我脊椎的那个神经上有长水泡。水泡。而且你稍微
你是不是跟你老公太激烈了才会？没有，就是都没有在用，水泡都不破。你去检测一下，你的脊椎如果不是有点弯曲，应该有点侧弯才对。可以检查一下。就检查。因为这个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人家说乳头是背里面嘛，你生下来的时间哈，你的八字就固定了。我们人哈有时候先天就哪里比较好，哪里比较不好，所以我们有人先天心脏就不好，有的人永远不会感冒，有的小朋友一天到晚永远都挂着鼻涕，真的呢，真的，公爷身体的状况真的啊，伤火火哎，为什么他会得癌症？为什么我不会？也是一样，烟也是抽很大，为什么他会得肺癌？我烟抽那么大，为什么好好的？还有人就是完全不抽烟，然后莫名其妙就一检查肺腺癌，然后大概1年半不到2年就没了。所以跟命的问题，跟命的问题。哦哟，真的那苏老师有什么建议给英英老师？好，给英英老师的建议，其实啊，在2024年啊，对英英来说一样是一个飞跃成长的一年。但是呢，我会给你的建议是说，如果你可以继续的移动，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比较称之为奔波。好，那这样子移动跟奔波对你来说都是很加分的事情。那在投资方面的话，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开始看看房地产，或者是投资房地产相关的股票。好贵哦，股票哈，相关股票就可以，因为它其实对于投资它是有它的偏财运的，对，所以你还蛮适合做投资和理财的。那但是在健康部分的话，除了谢老师刚刚说的话，特别提醒你要注意肠胃还有筋骨。然后在明年的话，虽然奔波，但是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睡觉，不然的话，这些问题都会突然间找上你，你会觉得天哪，你又累，然后身体又觉得不太舒服，可是你又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你又要盯下去，那就真的是比较累一点点。所以2024的运气是不错，可是刚刚2个老师说的，你就要记得哦。健康，老师谢谢。睡饱真的，要不然你的免疫是一失调，就是因为不睡觉，真的，我睡梦是吧？对，会少喝点。喝没关系，喝酒没关系，不要那种硬喝乱喝这样。防疫是酒就好，小酌怡情。身体也会健康的呀。我按讲，对啊，就会睡梦，睡饱了。那真的，睡梦懂创业呢。睡觉是。对啊，老师，我想请就是英英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是要做一个测验。我们在2024年呢，在新的一年度里头有没有哪一方面的问题，比较需要大家注意？来，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哈，注意一下这个，我们凭直觉选出下面的4个字中的任何一个字。第一个字叫，比如说我们从这边鹤、对、辰、甲。好，其实新的一年度里头是甲辰年，所以观众朋友呢，这4个字里头，你在印象中第一直觉，请挑出我们喜欢可能最直觉的那个字，请挑出来。那请观众朋友，电视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选出你觉得印象中最深刻的那个字。好，观众朋友选好了吗？好嘞，选好嘞，好嘞。哎呦，最多的是3拉爆，3最多，3是辰呐，对不对？对，辰嘛，对。那我们就好吧，我们就先用3号辰来聊。来选3号辰这个字的朋友，看一下。噔噔，好，每日观众朋友选到这个字哦，你看讲每日无辰难以振作。基本上来说其实。主要的部分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每天工作很辛苦，对。你说真话，你虽然辛苦没有错，但是身体健康还是要顾，真的。所以观众朋友，如果电视机观众朋友你也跟我们一样选到3号的话，要记得人家讲说钱爱穿钱爱穿身体嘛有啊，真的。所以选到这个朋友，在健康方面来说的话，身心健康方面，稍微需要注意。我们只有3跟4选3号的，我们要自己要注意身体好不好？4号比较多人选，4号看一下，可以好。选到这个甲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甲这个字你没有看见，它是话匣子的夹在里面，上下几乎上3边都被封起来了。然后另外呢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单身的单字的
结尾这个中的部分哈，所以观众朋友如果选择在这个字的时候要注意哈，话匣难开哦，那这个难脱单身，不一定啊，就是说如果观众朋友如果说在新的年度里头感情方面要突破的话或者是说遇到一些问题，稍微在感情方面问题要稍微需要注意一下所以苏恒老师还好大家都是难脱单身没关系啦，没关系，我没关系啊，不用单身了，你不用单身了，他只要财库满就好，身体健康就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如果选1号的好燕凤来。求财若渴，那么竭泽而渔哈。你仔细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可字的结尾？那相对的一样，它是节字的结尾。所以观众朋友，如果选到这一个字的话，在新的一年度里头要特别注意，跟投资理财相关的项目的时候，必须要特别的小心注意。特别谨慎。去年才刚破财的，你不要那个字加油一下哈。不要17000又可以出去了。那么2号没有人选，2号没人选了。对，唯一没有人选的这个2号它基本上它是基础的这个开头，所以事业如果没有基础的话，寸步难移。所以观众朋友如果选到这个你其实不用管那个解释的部分，重点在新的年度里头你要注意的部分是在事业相关的部分。所以刚才提到。每一位选的那个部分都是事业，可能也许工作很忙，事业很好，所以选到这个层次的朋友，选到这个对字的朋友才会这么少。所以基本上如果真的选到对字的朋友，要记得在事业方面、工作方面必须要稍微的多加努力。对，你天冲蒙银仙豆呢，表示我们前途事业2024都蛮还不错，都还不错。唯一就是要注意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大家注意谢谢殷老师，谢谢殷老师，谢谢安子先哈。今天的节目实在动精彩哦，下礼拜还有更加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一定会准时收看哦。接下来先休息一下，等下向下来欣赏好听的歌哦。同山过来嘅客家人，但是冇公平哦。做嘛送给较太低，送较细低啊。太低路系一个专辑跟伴唱，你要不路要不 CD 跟 MV。我老都，贵啊！安尼好，贵啊！我老都唔看神财法的啊。看神财法的，哎呦唔拉啦。农业音乐飞，哇，今天不得了！啊，那节目当中啊，有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泰来宾啊，大前辈哈，在歌坛中真的是一个经典的人物哦。尤其在秀场时期，尤其早期在秀场的时候，真的是红到波操真的没香没屁的太厉害了！哎呀，系来自屏东乐队哦，对啊，内部嘅客家人，一开始咩唔敌啊，反正个客家专辑嚟看，第二年数的。后来看起光棍爷的时候，对了，有客家腔，客家腔，很强的客家味，真的原来佢客家人，原来但是你唱过你给我唱到非常的好，称赞的，真那个太热烈，根本你知道，你节目真你马个风就有唱到，系啊，见来见厉害嘞，对，还先是弹给唱歌的，然后让访问好呀，听下的分享，康雷泰国。我是同山過來嘅客家人，我是樂隊嘅客家人，我是同山過來嘅客家人。我是樂隊嘅客家人，從細到大，日
准来打拼，一心一意为乡里。熬中传世不艰苦，拼出一片好天地。前队、后队、做队、有队，移动的黑中队，还有一个黑先锋队，战鼓响起来打土皮。风路上起来欢喜，故乡也讲讲，乡亲爱故乡，总好借你的精神，时代演绎，万古流芳。勇敢的客家人，一心一意为乡里。东山过来的客家人，乐队的客家人，从西到台，认真来打拼，一心一意为乡里。熬江出世不艰苦，拼出一片好天地。前队、后队、左队、右队。移动的黑中队，还有一个黑先锋队，战鼓响起来打土皮，风路响起来看戏，故乡也讲讲，乡亲爱故乡，总好借你的精神，时代演绎。万古流芳，前队、后队、左队、右队，移动的黑中队，还有一个先锋队，战鼓响起来打土皮，风路响起来看戏。故乡也讲讲，乡亲爱故乡，总好借你的精神，时代演绎，万古流芳。我拜哎，爱钱啦，爱钱啦，两位主持人主持安多节目，对啊，我以为今日安尼逢到的油腔都唔来啊，安好安尼。老日大擂台做安多年，系咪？難得了6位好吧？真的嘞20年呢，系咪？你也算你客家大佬級嘅人，係啊，用冇照顧人呢，安尼四節目啊，壓下爭來啊，準先哟，你人20年吧？第一天發等你20年，我安尼啊，第一個通過等你20年，好啦，現在的油腔唔多，以前有6啊，有6個以下嘅客家節目啦，其他客家節目啊，做壓雜節目都唔，壓雜節目都唔現來啊，你咩唔現來，都唔大條本嚟啊，因為冇禮貌，誒咩，嫌大眾臭啊，這種也唔錯，真的，真的唔錯，咁
自动引擎啊，我要不自动引擎我好哈，我打电话也用今后，对啊，要到自动引擎真的不得了，对啊，好上瘾，讲真，好上瘾，但是佢对客家嘅想法真係感覺到頭都提講法高尚啲啦，而對客家有理想，哎呀，真的有使命感，有使命感，有真的思想，所以我比感通，我比感通，唔會唱，對，你張煙一來啊用，我能感受到啦，音樂飛呢，康雷大哥，真的，你睇到風到我嘅時，當日你睇到穿呢，真的我當日啦，冇人民幣嘅呢，人家節目嘅錄音費能去多錢啲，慢你講，嘢呢度客家精神文化，張路上一年節目，客家本身啊，哈，客家雖然講經費又較少唔好，但係呢，我們志氣大，我哋弘揚嘅客家文化，將客家嘅歌曲歌嘢落山歌傳統嘅保存起來以後呢，現在又創作新的客家流行歌曲。真的，然後種就係點解睇下梅族啦，係你不是從頭都從嘅有咩？客家唱歌。客家用歌，跟清理開呢，你下唐一拜2條歌就對全部記起來咧，對冇？一條歌係電視劇主題曲咩？沒啦，沒嘛。亞述歌呢，出藝努啲咩藝要成立入去台灣客家人藝文化協會咩？作為2年咩入去理事長會，我4年的時間我都沒得講。冇貢獻嘛開始啊！青島貢獻啊！好，大嘴鼓做唔得嘛？唔係，我就講做啲乜嘅紀念啦。所以我有咁嘅想法，所以呢，我以前唔是寫過歌呀，我就為到我哋屏東6隊嘅客家，寫出一條歌嘅。很似家創作嘅，青牛線嘅。我到得嚟創嘅牛藤嘛哈，藤一邊都冇人，真係冇咧。做對，挑對，做對，有對，還有中對，先鋒隊有嘛哈？還有咧，先鋒隊，也都6隊精神，馬上都記來，很讚哦。所以我遇到好上癮，我感覺我寫完一條歌講，我唱羅啊，有啊，後機啊，青後機啊，後機後唱，hook 很強呢。對啊，那下一首歌呢，本來是講出單曲啦，結果單曲做好歌都本意所送啊，本來你喺客家嘅所有嘅李金絲啦，咁你客家太多啦，哎呀，難得吹啲客家歌，你不要吹種專輯啊，紅係邊咩咧？有冇專輯分啊？下邊總共10條歌嘅。哎呦，咱全部去加起來哦。要咩？我哋收集下，要不要集聲唱片嚟同佢出？啱我哋合作。不單係你哦。還有要咩CD 嗰邊伴唱，我以為有 MV 哦，還有 MV 哦，MV 都撲6幾誒，太笨咯，但是冇公平哦，你做乜送佢較太低，送人較細低啊？係前嗰日拿用啲啦，但係我唔係講太低本藝咧，咩？拿太低不要錯，太低都係一個專輯同伴唱，你要不都要不 CD 同 MV。我老都，我安尼好，我老都唔昆神財法咧，昆神財法咧，又唔拉啦，我送嚟10咧。講真的，今天看到康雷大哥，讓我回想起那個太前邊咧，快秀場時期嘛，40年前，用啥英國要強台歌我記得這次參加全國歌唱名人排行榜，對，你吳東獎出來，我咩吳東獎，我係康樂製作單位立群，立群，大概經過一年人嘅時間，又做一個綜藝金榜歌唱，綜藝金榜嘅時間出來，但是佢啲歌唱名人排行榜嘅樣式，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當到已經一定有經過嘅時段，嗰隻都因為比賽嘛，比賽啊。公司睇啦，要不一個姻緣啊，就有愛的動機哈，讓我出來比賽。哇，那個時候真的是所有全國的精英啊，會唱歌的幾乎都在那，應該算是第一次啊，台灣這麼大型的一個電視台的歌唱比賽，因為一個電視節目要那麼多的歌手不容易的。台灣全省所有會唱歌的，基本上都被製作單位1等1的哎呦，我那時候坐在電視機前面看，哇！尤其一首歌我特別有印象，哪一條歌？甘蔗高來，可那甘
看着苍穹，粉丝和那高粱一模样哟。哎呦，难得大牛火，我冲了个，要说国外的黑个民谣，其实他在形容我们台湾跟当时大陆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形容一方面是台湾的富足，大陆的。这个剥夺了我们的这个田庄，拆散了爹娘。亚述国爱情还睇到爱唔敢冲啊！我冲就被拐你了哦，真的不哦？唔，亚国做唔得冲。所以讲台湾一直以为讲。哦，两有蛮冲都做的啦。对啊，尤其客家歌咩黑啊？系啊，一条歌按经典的歌经典的歌这是大宋。尤其飞落来你节目冲。哎，尤其佢冲就特别有味道。因为这时间爱都他不要冲山歌啦、民谣啦，对，要从国外冲从山南山北啦，又属于民谣诶，基本上爱都较适合啦，大牛都冲你韩国曲，伊较软呐，吃了他简单讲，很用啊。所以呢，以后佢讲出来小鸡鸡们哈，对，小鸡鸡，大鸡呢，大鸡呢，唔怕啦，佢做唔得播出来，佢会剪看哪语看鸟，还讲嗓音啊，清亮的清很洪亮啊，声如洪钟呢。啱都唔看佢讲出来声音咧，一厉害啊！佢牙嘅声音，李东轩啊，李东轩啊，佢不会冲过嘞。哇，那个也是行动 CD 级的，你儿子一唱，我靠，惊为天人，我很厉害。哎，唔过嘛，佢基本本康雷大哥可以是创作客家歌。系啊。其实这时间他这阵那个时代，他本个传统的落山歌、山歌曲，三太跳，这种歌艺都较无新气啦。这时间呢，冲流行歌曲，火乐歌啦，也系人讲嘅有咩国语歌曲啦、民谣啦。其实数到最大客家歌的样相哈。嘿，吴顺志大哥，吴老师以下一首歌嘅系中国人，在天上发表。这时间我看，有种百错有劲，唔怪人人才来香。亚述歌一下出来，哎呀，客家歌佢下都安呢，真的，唔可以输要嘅国语歌曲，真的，接做佢好，对，结果很不幸哈，过冇2年。天时播出的歌冇2年，我甚至大家都因为查获过世，对，当大宋。嗰陣喺裏面嘅話，亞述歌按火鍋哈，冇人衝啊，係個適合，所以我哋接受嚟衝嘅。亞述歌我衝嘅，不管是鮮味僑胞啦，大邊有咩台灣全身啦，其實亞述歌基本上都。好像你的代表作一樣，好像是變成我的歌。有咩之後啊，好嘅作品，再來一首，好嗎？係啊，總是你不會讀嘅歌。相信那個觀眾朋友一定給你糖豆。糖一條唔拉啦。康你我上節目話，一聽啊咧，真係。多多唱嘅係有咩客家相逢啦。客家相逢嘿。我再帶來一首我唱片的第八一首比較經典的一首歌。亞述歌呢，當時先亞述歌時啦，哈，我都因為講有咩詞曲哈，它蠻有意思的，它的那個寫曲的風格，我覺得很不錯，所以呢，我就先就納入在我的專輯裏面。這首歌，他們都阿錘白大嘴鼓，阿錘白大嘴鼓，跟有冇阿雷白大嘴鼓？阿雷白蠻好散嘅嘛，而家用是咩白？哦，用是哪？野果，係啊，阿雷果，阿雷果，好，按你知道彈一條阿錘白大嘴鼓，來彈看啦哈。山南山北，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我是林老鬼，我林老鬼。你刚刚唱什么？因为于大哥，于大哥现在已经快变残疾人，不能打你是吧？我知道打你。没有，我是于天一老鬼。哇！亲民哦，一老一亲哦，红花开呀落呀满那山呀那，清风一送呀谢喽。
呀开过山呐，通山过台湾呐，山忙大边冈山过雪天呐，嘿哟，晒呀晒过山呐，哎踏遍全台湾呐，问前人种树后人长得亮啊，阿爸通树下大嘴鼓，伊讲后生你爱谈清楚。人讲不好心求上顿舍，一个又个姐妹路上耶，那些先人留下的老智慧，随着足迹流转，这千年没改变。只要你相信，就能够看见头发纷飞，随着成长人间。来！阿才把红树下来打这鼓，人讲人不可斗人凶，恨水不可斗了，人情不就杀吞凶，上的人口口比拼，下的人强势那么分明呐！开呀开过山呐，通山过台湾呐。山忙大边开山过客天呐，嘿哟，晒呀晒过山呐，哎踏遍全台湾呐，问前榕树后人长得亮啊，阿爸通树下大嘴鼓，伊讲后生人爱谈清楚，人讲不好心求三顿舍。给有好些麦路上耶，那些先人留下的老智慧，随着足迹流转，这千年没改变。只要你相信，就能够看见红发纷飞，随着朝向人间。那些先人留下的老智慧。让我懂得坚持，在生命每一天，让阳光洒在白色舞台上，随着白雪片片萦绕身边。立春老阿姨呀，陪我清明咯，一雨落一你情咯，红发快呀落呀嘛。真的，宝刀未来，老当益壮，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吧？后堂冇，后堂哦，要出国哦，这个东快冲。东南冲，哇！唔只讲南冲的，跟挨到很用办啊！哎呀，要出国呢，因为来录唱片的时候特别收入的，特别所以讲拼冲是看冇冲，很有趣啊。然后客语跟国语突然来那个喊麦这样子，哎呀，冲给江湖艺人那种感觉，就卖搞就管。阿才把通书下来打这个，来咯，给骂人呢。哎，你就要讲，也要打追鼓嘞，对，神奇鬼。不过我其实也常常在 FB 有看到这个康雷大哥，那个时候跟歌唱比赛时间，他不知道怎么样近水楼台，他竟然就把那个另外一个参赛者就合起，就合起了，就把他吃掉了。哦，真的哦。对啊，要到太牛哈，要到太牛。要到太牛修理，那个合起啊，用合了，挨咩合，三不落那个，跟磨合，用我搞得多，又跟出安徽声音的，还能讲，这时间呢，喺民国72年，春季41年前，春季比赛，这时间我同我妈妈，我提个蓝宝石做小孩的过后。转移屏东内埔，平爱妈妈看电视，妈妈在电上看到张鹏在唱歌，一看得到啊，身材安好，又安讲，又安会跳舞，哎呦，伊同我讲，来呀，还能讲，还把我偷家呀，偷心球啊，就偷枪啊你，他就比张红，我就说嘿，看妈妈喜欢你说，我就抓着我妈妈的手说，妈妈，你说真的吗？
真的话，那我就去比赛哦。哦，我是这样子情况下去比赛的嘞。你以为我很爱比赛啊？我是在这种动机上去比赛的。哇，真的，哎，好不良的动机哦。对啊，这个好不良，怪怪的。魅力好冲狗就是有实力的人。当初我想说要比赛，哇，这个竞争那么激烈，对不对？我一摊开，把我过去在做东南亚作秀的，还有歌厅唱歌的歌全部摊出来。我认为有20首歌，我一定可以都是拿第一，所以我才有这个勇气去参加。参加了之后拿到夏季冠军嘛，夏季冠军，然后再拿到年度总冠军嘛。只是问题是说这样子比赛怎么就可以哈斗？也不是，比赛过程当中才有近水楼台，才有机会嘛。哦，他有进阶的啦。而且我春季比赛拿到冠军之后。我就在歌厅做秀嘛，那个时候我就请经纪人啊，他们在排秀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就排张海东，排行榜双冠王，心机耶，原来是这样，这样子才有机会嘛。但是一直都没有怎么样，我追他追了7年，7年，我追了7年才有怎么样，哇。那么难追啊！你不晓得啊？真的啊，那我早就不要了7年。什么不要？我觉得这个7年坚持的很好，我觉得现在，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我好幸福哦，真的，看着他每一次看他们 po 啊，都觉得他们好幸福啊，因为他真的他也不太适合，因为他值得，他值得。因为张宏，我觉得他当时的哈，因为我们在秀场，你知道吗？平常没事就是唱歌完了之后就是比13张啦，吃宵夜啦，对不对？场还用个省饭，哎呀，干那省饭卤，他也不适合。对啊，就无聊，反正就当伊就冲过冲退就冇事情啊，就小退就拄叫安用啊，输退咱伊过来冲安用啊，那输退在等头个加钱才冲太动诶，真的哈解啊！罗时峰唔是有输到冇？冇，應該冇，有輸到，有穿到一啲咧，有穿到，佢唔單止是逢穿到誒，已經前有不用過，一壓就穿12人班，冇，有一擺過年嘿，就跌嘅安尼18道啊，好紅嘅楊30人班，哎呦，音樂咯。哎呦，哎呀，應該楊30人班。哦，真的。你可以做秀2禮拜唔到楊。應該1禮拜咩讓19班嚟，楊30人班嚟。對啊，就一個1禮拜嘛。新人了，那張新人了，對啊。佢前的等咗應該8一歡喜嘅。真的哦，馬上買部票。哎呦，很神奇哦。咁有機會吼，唐導你用啥來分享啊？秀場時期嘛，應該家有強台嘛。有他走過嘛？有嘛？除了張宏以外啊，應該有啦。我跟於那張宏他現在每天都睡在一起。對，不是睡在一起啦，是同檔啦。啊，同檔啊，同檔啊，現在沒有睡在一起啊。同檔啊，現在睡在一起啊，係啊，對啊。我每一次看張宏姐。他都在家裡直播呢，哎呀，真的哈，然後就會唱歌。他現在都教學生比較多。對啊，月馬江湖道，世界比天高。以為是溫柔美嬋娟，以為是翩翩美少年。想到一件事情，那下一次如果是張宏來的話，你可以跟他合唱。哦，真的啊！因為通常這首歌如果是我在，是沒有人敢唱的。哦，真的。哎呀，跳歌呢？因為你有長劍，我沒有啊。把長劍花生。不是，這首歌原唱不是羅哥嗎？不是，跟天師跳的狗也沒你衝嗎？張永強老師。哦，張永強。那時候我還沒加入，我如果早一點加入，有可能這個歌就我。其實誰的歌都沒有關係，只要是好歌啊，這個歌是好。那歌壇上那麼多人嘛，你只要是適合。那我是因為跟張宏兩個人因為可以搭嘛，沒錯。其實我的聲調是我的音域是比較高的，但是呢。我跟張宏還是合唱，有些還是可以搭的，很好聽，很好聽。對，那就這首《神雕俠侶》，就是兩夫妻剛好禽獸和鳴，琴瑟和鳴，琴瑟和鳴。I come along，不是，金明是。大概講吧，都不愛冒冷汗啊。貴爽哎，你看到你秀場時期又回來，禽獸和鳴，有啊，你是吧？有，禽獸和鳴，沒黑了，禽瑟和鳴，沒黑了啊。對，唔巴啦。那我
我们大牛挨一次东下雨呢，因为个快是出来时了，铁锅汤的呀，伊这个怪啦，对，这时间还能快一点，怪哈，怪哦，我很有长辈，出来时烟头冲涌啊呢，出来一面啊对，很可怜样子的，老实啦，腼腆，老实面啊。你像于大哥在打牌打麻将，一自摸就给他吃红了。真的哦。对。罗哥没有经历过。但是你后来你的歌一直在红了之后，我们就退了嘛。我们就退到边啊。没有啦，那有。就每一个人经历不同啊。不过说真的，你如果要琴瑟和鸣，我有一首歌真的，我那时候也是听。唐安那个康雷大哥那个比赛是我秀场的时候，接冲那条歌，山南山北走一回。那条歌哎，山南山北走一回，这个其实本来是于大哥在唱，是吗？对，于天大哥在唱。那么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好，其实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就觉得我唱的比于大哥好听，不一样味道，所以我敢唱啊。你敢唱，你唱的不输他了。他开玩笑，不输他，真的。而且现在我也不输他。你今天要来给，我就刚刚说你老当益壮啊。对呀，请你会。但是我跟你讲，我最怕这首歌。今天可以唱吗？因为我们以前在秀场的时候，老被打就打。真的哦。我这个脸本来很瘦的，我瓜子脸很瓜。我本来以前很瓜哦。真的。对啊，他就被打到肿起来。我现在是因为老了又这边就在又都 Q 了，吹了是不是？我那时候打了不会输你哦，什么意思？我也是瓜子脸嘛意思，那就第一个讲了。要什么个意思？我这胶原蛋白好不好？聊天会不会聊啊？你意思讲，来将伊冲地高汤的，做得挺好了，根本他冲得了走的嘛。他搞个汤唔冲啊，安爱吞合音啊。有做对吗？我帮你合音。那我很荣幸啊。没有，这个本来就我感觉有越来越大牌的样子。你本来就大牌啊！你是大牌，我们来拖累你。大前辈，好了，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了，山南山北走一回。阵阵鸟儿飞，鸟儿飞。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多少辛酸泪，那辛酸泪。哪怕人儿已憔悴，哪怕心儿已破碎，纵然一去不复回，我要赢得胜利归。大地响起一声雷。我是林老飞，我林老飞。乖乖哦。山南山北走一回。我是林老飞，我林老飞，在这一杯。哪怕人儿已憔悴，哪怕心儿已破碎，纵然一去不复回，我要赢得胜利归。大地响起一声雷。我是林老飞，我林老飞。我是谁？
你刚刚唱什么？因为于大哥，你以为于大哥现在已经快变残疾人，不能打你是吧？我替他打你。我是于天颖老伯。哇，于大哥。#一下，不过能够把歌场的那种氛围再次的拉到舞台上，神奇，尤其在我们这个客家电视台，真的要能够播出，真的不容易啊。就有时候跟大家有可能会剪掉。不，这个还好啦。对啊，新闻局会把它剪掉。现在还有新闻局吗？没有吗？早就没了。现在有 NCC， 没有新闻局。我看 NCC 也快倒了。应该差不多。所以这样子没有关系，只要观众喜欢，我们就唱。真的，下次真的有机会，康雷大哥再来节目当中，再把一些秀场的一些精华，再把它呈现给观众朋友。精神期呢？对呀，后告。其实能够回到客家所谓的客家电视台，突然客家人所谓的大家庭啊，是，哎呀，其实来都要节目呢，懂关系。怎么会改用呢？尤其是今日谈小鸡团要为大牛哈、罗时丰哈，冲下有一位 TV 在节目上呈现我们的客家嘅朋友，真的，也係我們的榮幸。唔係，你嘅榮幸啊，鄉親朋友嘅福利啦，鄉親朋友的福利啊，真的，今天真的非常謝謝，什麼康雷大哥，謝謝，希望安尼觀眾朋友啦，好中國朋友，夾嚟報名，夾打電話來，讓66667讓6等台幾個打電話，安子生。講翻動機，按用漳州的客家就會下班啦。好了，今天比上大家作為觀眾朋友曙光永遠呢，我們大家康雷大哥，謝謝，謝謝康雷大哥，子生，什麼？謝謝，什麼？小張老師還有一些警察，安子生辛苦嘞，什麼？以後作為觀眾也辛苦嘞，安子生。好，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旅遊，老年有。